宣调，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唇就要播扬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烧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你无要看见伊。现在请咱大家别办好势，咱的心，咱要做伙相共来祈祷哦。阿爸爸，哦阿爸爸，我的心向你求救。求你来照顾我，予我的灵安休。我的心靠无得到主的眼光，你的疼将我包围。阿爸爸，哦阿爸爸，伫你脚前愿等候。阿爸爸，主必听大家特别上帝，我心的感谢你。因为阮拢是你所疼的囝儿，感谢你创造了阮，也保守阮，我将人生一切这个福分赏赐予阮，互我会当常用感恩的心，要来强听你的信息。那今仔日，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这个礼拜。佢叫主你的引领，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的这个网络礼拜兄弟乡亲，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你的名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兄弟也当成做上帝赐予的管道。那目前美国本土肺炎病毒的这个疫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这个确诊人数拢已经破了700几万人。求主你继续保守阮的这个健康。伫这个病毒还无结束以前，我无受到这个恶者的攻击。我专心来倚靠你的保护，继续做好个人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恳求主你来清起罗幕的嘴，圣事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甲意念，互阮今仔日有一个蒙恩的一日。啊，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彼得后书3章8节到14节。第8节，
亲爱的兄弟姊妹，有一项代志，请恁毋通袂记得，就是主看一日，亲像1000年；1000年，亲像一日。有人想讲，主在延长伊的应允，其实是在宽容恁。伊毋爱有人沉沦，是爱逐人拢悔改。但是主再临的日，会亲像贼仔忽然临到。伫迄日，遐个天会伫大响声中消灭，遐个天体会互火烧扬去，地甲其中的万物嘛拢毁灭去。万物既然会安尼消灭，恁着安怎做人？你的生活着圣洁佮敬虔，来听候上帝日赶紧到。伫迄日，才个天会互火消灭，天体会互火烧扬去。毋过，咱在听候的是上帝所应允的新天甲新地，伫遐有永远的义。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恁既然在听候这个代志，就伫上帝的面前尽力追求圣洁，过无缺点的生活，通甲伊和好。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佮听遐个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均立。阿门。学咯，以色列战车未兵。咱拢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咱拢是勇士中途吹马车的钱，咱拢是上帝道的话，咱拢是耶和华手中的刀，咱拢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咱拢是勇士手中马车的钱，咱拢是上帝道的话，咱拢是耶和华手中的刀。咱拢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咱拢是勇士中途吹马车的钱，咱拢是上帝道的话，咱拢是耶和华手中的刀。咱拢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咱拢是勇士手中马车的钱，咱拢是上帝道的话，咱拢是耶和华手中的刀。咱拢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咱拢是勇士中途吹马车的钱，咱拢是上帝道的话，咱拢是耶和华手中的刀。咱拢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咱拢是勇士手中马车的钱，咱拢是上帝道的话，咱拢是耶和华手中的刀。各位乡亲，各位士大，各位亲爱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活伫一个危机重重、变化万千的这个时代内面，这个灾祸随时拢会发生伫咱的身躯边。那么，这个灾祸就包括着这个暴风雪，也是暴风雨、风台、光凉风、野火、这个火灾、地动、这个 tsunami， 也是火山爆发，
还是恐怖分子的这个攻击，以及目前还未降温的这个肺炎的病毒等等。在乎临到的时阵，政府机关拢会超前的这个提出警告。我会记伫顶礼拜三甲拜四的暗时吼，阮所徛起的这个路城 River 伫市区有发生这个暴乱，所以我的手机就收到这个警告，讲通知阮伫暗时9点甲过长早起的6点半是这个宵禁，你袂使出去，袂使出去外面乱说吼。你若是愿意顺路来配合的，大多数咱闪避这个麻烦、这个危险，来保护咱家己的性命。总是你若去听到警告，却无将伊当作一回事，也是讲抱着这个侥幸的心态，一定会带来这个可怕的后果。伫这个世间，逐所在拢有这个无共款的这个种类的这个警报系统。其中有2个真重要的，就是末日的这个警报钟啦吼。一个是科学家所制定的，放伫这个史卡库的这个警报钟；另外一个是上帝所制定的，放伫圣经的内面的这个警报钟。因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有世界的末日的存在，而且甲咱警告讲。目前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个世界末日了。伫这个史卡库的这个末日的警报钟，是由一群出名的这个原子能的科学家，因伫1947年所创立的。这个科学家中间有真侪人捌参加着制作这个原子弹的这个科学家。因的目睭有看过这个原子弹伫这个日本広島广岛，甲这个长崎这个長崎爆炸的这个灾难，希望借着这个末日的警报钟，要来提醒世间人这个末日的危机。科学家所制定的这个警报钟，只有考虑2种人为的因素尔。头一个就是核子武器的扩展。第二个就是全球的这个暖化啦吼，来设定这个警报钟。这个末日的警报钟是一个圆形的钟，钟内只有一支通表示分钟的一支指针。若要明白末日的警报钟的信息，需要先明白当这个指针指向着半暝，就是 midnight， 就是半暝12点的意思。半暝就是世界末日的可怕的这个时刻。迄个时阵，世界文明就要拢停止，全地球的人类拢总会同归一尽，做伙灭亡的。咱拢无望，这个半暝就是末日的来临。不过呢，这个半暝的危机确实存在的。另外，使用这个末日的警报钟是对上帝遐来的。伫旧约圣经有真侪先知，亲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撒迦利亚等等，上帝透过因发出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预言，最后所也捌对这个末日发出的预言。有一日吼，有一摆，最后所有学生暗中来见耶稣，要问伊讲：请你甲阮讲，什么时阵有这的代志？你降临甲世界末日有啥物款的兆头啊？最后说无讲啊，恁遮乱讲话无。最后说并无安尼讲，最后说佫用真长的时间将这个兆头对因讲。最后说讲，总是迄日迄个时，无人知影，连天顶的使者嘛毋知，囝嘛毋知，独只有爸知尔尔。伫2000多年前所写的这个圣经，早已经有预言世界末日的这个可怕的情形。比如讲，伫迄日天火火烧就烧羊，有行一个物要互烈火来烧羊。
那么过去我甲无顺利，我们去参观即个日本即个Hiroshima甲Nagasaki即个原子爆炸的即个资料馆。哦，阮入去看是看了足恐怖的，内面真侪只个相片物件，描写即个两个城市互火来焚烧掉，寸草不留，连建筑物嘛严重的破坏。我看一个时间来扬一半去。迄个指针就记伫迄个当初爆炸迄个时间，迄个触目惊心的即个情况，那亲像速度比特所有限的即个世界末日的情形一模一样。迄款的即个凄惨的即个情况，到现在阮心中也无袂记入去，想到就根本做噩梦啊！在2000多年前，最后所早就讲到即个末世灾难的可怕，因为迄时要有大灾难，对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无即款的灾难，后来嘛无要有。看较简单是讲到即个末日灾难以后就无阁讲落去啊，因为看较因无法度通来终结末日以后过了即个以后即个世界，就是最后所继续阁讲落去，就带来即个有五万的好消息。最后所讲，若无减少遐的日子，凡若有迄气的，总无一个得救，只是为着选民，遐的日子必定要减少咯。上帝会参与伫即个拯救的工作，互世间人减少受灾难的日子。圣经中的即个末日的警报钟已经被共享几啊遍啊！最响的一遍就是伫现在，现在就是数千年来上较接近即个世界末日的即个日子咯。速度比特，佮提醒咱一件真要紧的代志，讲世界末日就是基督必定要佮再来即个印证。只是如今已经是进入即个21世纪咯。毋过咱无看到最后所过来啦，所以就有人讲啊，咱的基督袂阁再来啦。就是我甲恁讲吼，基督延迟无来，是因为时间表顶面的错误的即个领受，因为人的即个时间来限定上帝的时间，人是被限制伫即个空间甲时间内底，总是上帝却是超越遮的。上帝无受空间甲时间的限制，对上帝来讲，一日甲1000年，拢只有是时间上一个片段尔尔。因为上帝伊掌管了全世界一切所有的，所以咱毋通袂记哩，上帝对世界的计划是有时间性的、有目的的、有目标的，而且是有结局的。其次，伊无搁再来，是因为伊宽容咱。上帝会宽容，要互世间人，也未得救的人，依然有机会来接受救恩的。每一个人对时间的感受拢无共款的。你的心情来当爽快的时，你会感觉到时间过得特别紧。尤其是伫热恋中的两个人相处的时间是咧过哪会遮紧？总是伫飞机5点的时，你搁赶紧要赶转去厝里时，你巴不得飞机赶紧来飞，毋过哪会感觉时间遮尔慢？搁有时阵吼，你急需你赶路的时，拢去拄着红灯呢，感觉着每一个红灯是特别长，你有即个感觉啊无？所以对即个基督徒来讲，主会过来，会影响到咱对时间的感觉。若是已经有备办好势人，最后所记到什么时阵来拢无问题。就是遐个抑阁无备办好势人，因为期待最后所莫遮紧就来啦。因为因毋知影要如何对最后所来交涉。我要请问恁大家，这两种对最后所过来时间的感受，你是属于倒一个呢？你是毋望主紧来呢，还是毋望主较慢一个来呢？咱毋通认为最后所袂遐尼紧来的啦。
毋通就是讲家己还佫足侪时间的啦。拄过来的日子是无法度事先知影的，咱一定着要好好备办好势，随时拢着爱面对着人生的这个必考课。那么面对大灾难，那个毋信的人最大的分别就是，伫这个灾难以前，上帝已经借着圣经甲咱讲啦，咱通有所准备。而且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阵，上帝是应允着要甲咱做伙来行过这个灾难的。如果灾难真正来发生的时，那么咱无应该惊吓来闪避，咱是着爱，因为事先知影灾难要临到，咱已经有备办好势的心，所以灾难反倒要叫做咱的一个祝福。圣经中这个哪就是一个真好的例。上帝对哪讲要有大水来，哪对迄碟就开始过着这个分别最深的生活，照上帝的吩咐来起造大船。虽然伊心中感觉到有真侪这疑问，不过呢，伊依然是选择顺从的。当大水一个来，无备办心的人，一个一个拢互大水冲去；有备办的人就迎接这个困难，行入去困难内底。约瑟嘛是同款的，伊有上帝的兴起，诚做埃及的宰相。有一天，上帝甲伊讲，埃及遍地要来7个大丰收的年，对后壁来要有7年的这个饥荒年。约瑟并无求上帝来刷废这个饥荒年，还是讲延长这个丰收的日子，乃是选择备办，要来度过这个饥荒的这年。伫这个罕战的时代，有真侪这个北韩这个难民，因走来这个南韩。南韩的基督徒就将家己的食物分一半互因，后来发觉这个食物是愈来愈少，所以因的牧师就开始呼吁信徒来用禁食，将所有的物件全部拢送互让这个北韩这来这个难民。结果呢，这个难民无一个饿死。南韩的基督徒确实因为因逐工咧操练禁食，因的灵命成熟，上帝大大赐予因，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所以今仔日南韩建立全世界上大间的教会，到处拢是万人以上的教会呢。上帝拯救人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个人拢通悔改得救。那么虽然是安尼生，却无代表世间人所有的人最后拢会信耶稣呢。因为上帝予人有自由的意志，你要选择爱还是无爱，通接受这个福音的。伫上帝计划内面有2种的结局。头一个结局就是有形质的要用热火来所烧羊。另外一个结局就是要进入这个新天新地内面。这个新天新地是因着上帝应允所来的，是伫上帝怜悯甲恩典内面来建立的。必定爱咱切切仰望上帝日子来到。上帝日子来的时阵，一定会查验咱的生活。圣经讲，迄个调恁来的，既然是圣洁，伫恁伫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也着爱圣洁。咱亲像聪明的这个童女，超前的布置，无论是主什么时阵来，因拢备办好势，交给这个灯油，因为因敬畏主，既然主所交代的话，因拢真愿意来遵守。但今仔日大多数的人，这个价值观念，往往是建立伫这个我拥有我手底有啥物物件的这个顶面。所以我要请咱大家来想看觅，有一日你手所抓着这物件，拢要过去。圣经教示咱，毋通顾念所见的，乃着爱顾念所未看见的，因为所看见是暂时的，
所袂通看见是永远的。有形质的就是得指这个地面上的国度，是过去的。你看罗马帝国已经过去啊，以色列的困境嘛会过去，这个为看见的，毋是咱要追求的目标。咱的目标是上帝为着咱所创造的这个新天新地，有义要踮伫中间。这个义是咧指基督的义，是咱圣洁敬虔对上帝的信心，伫这个上帝面前的服侍。这个就是上帝为着咱所备办的义，无关系到这个政治顶悬的这个高高低。咱备办主要搁再来，并毋是要参与伫这个政治的运动。因为政治运动所努力的目标，乃是地面上的。总是咧，上帝将咱对地面上已经呼召出来，咱已经无搁属于这个地面上咯。咱的国度毋是地面上这个国度，乃是上帝的国度，是属灵的一个国度，是真理的国度，这才是咱所爱追求的。所以无论人搁安怎样无所谓。无听叹苦劝，搁再怎样随便去过家己的生活，迄日日拢会来的。迄时拢无这个模糊的地带咯，也无有借口咯。上帝非常的清楚，你若毋是马啊，就是皮啊；你若毋是绵羊，就是山羊；你若毋是聪明，就是愚妄的。那么这两个要处一个，你是属于倒一个呢？伫末日，全世界拢要面对着烈火的这个审判，天甲地拢总要震动，要烧样，比这911，还是一切地动，做啥物搁较严重的，搁较通惊的。所以感谢主吼，迄日也就是分合角点的日子，重要就是你的名是毋是有被记录伫这个生命册顶悬。毋茫咱拢着爱把握这个时段。主要搁再来以前的日子，毋通辜着主恩慈甲宽容，互家己无误会，无通指责，到迄日会通安然来见着主。那么基督搁再来是关系到上帝子民的得救，得到救赎，甲得到荣耀的日子，也就是咱的上帝荣耀国度的开始。咱应该每日拢是活伫这个。那就是上帝真紧就要来伫咱的中间的关系，即便就是讲，咱会当讲活几啊冬，咱都爱有缘爱唱，爱有这个共款的顺叹，甲感恩来度每一个一天。咱就是今仔日就是咱最后一天共款安尼，有这个感受。所以传福音是咱备办迎接主耶稣基督搁再来应该做的代志。互咱都要好好备办，活出信仰，温群为主做工，为主来得到世间世俗灵魂的人，用这来纪念听咱的主，为着这来纪念放下性命的咱的主。但愿咱会通把握时机，清楚活命的这个目标，好好准备好势，伫上帝新天新地中间有份。阿们。好个诗歌，要见主的面。近是真正近，咱拢要见主的面。近是真正近，咱拢要见主的面。近是真正近，咱拢要见主的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拢要记住的名。Soon and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Soon and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Soon and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上帝旋转悠歌，我心愿该学路，路无别边通过，一句主耶稣的保护。咱拢要记主的面，无辜有依靠，咱拢要记主的面，无辜有依靠，咱拢要记主的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拢要记主的面。No more cry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No more cry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No more cry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上帝旋转悠歌，我心愿该学路，拢无别面通过。一句主耶稣的保护，无希望，咱拢要记主的面。无希望，咱拢要记主的面。无希望，咱拢要记主的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拢要记主的面。No more dy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No more dy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No more dy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上帝旋转悠歌，我心愿该学路，路无别面通过，一句主耶稣的保护，一句主耶稣的保护。这条咱上家的祈祷吼。最后阿爸，悲上帝，我感谢你。今日阮对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到14节，阮互咱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示，阮来思考，切切，毋望仰望上帝日子来临，但今日大多数人已经价值观念。我们拢是建立伫这个我手中有拿到什么物件这个顶面，所以请咱毋通袂记。有一日这会拢做要食做过去。圣经顶面会教示讲，毋通顾念所看见的，乃是爱顾念着所袂通看见的。因所看见的就是暂时的。所袂当看见是永远的，对遐个有形一个，就是指着人民上这个国度，嘛是会过去的。亲像罗马帝国已经过去啊，以色列困境嘛要过去。这个看会见的这个物质，毋是咱所追求的目标。对圣经的教示。咱的目标是上帝为着咱所创造这个新天新地，有基点伫中间。这个基就是指基督的基，是咱的圣洁、敬虔，对上帝的信心，伫上帝面前的服侍。这个就是上帝为着咱而办的基。圣经内面，上帝的话已经讲得真清楚。
咱若毋是马啊，就是皮啊；咱若毋是绵羊，就是山羊；咱若毋是聪明的，就是遐愚妄的。两个要触起一个，要放杀一个，那咱是会上去倒一个呢？所以就传福音，这是咱明白迎接主耶稣基督过来所应该要做的代志，互咱好好的明白，活出信仰，温困做主的时间，为着主来得到世间世上的灵魂的人，用这来纪念疼咱为咱放下性命的主，但愿咱为咱把握时机。清楚生命的目标，好好来备办，伫上帝身体内面有份。啊，愿阳光归于天父上帝，为咱照着运行伫咱心中的大观念，常常足足成就一切，超过一切咱所求所想的。但愿同心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那这条牧师要来甲因祝祷吼，愿天父上帝之爱甲怜悯，主要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做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们。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就要过一段路。希望伫后会，咱搁一摆伫空中来相见面。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祝你大家平安，多谢再会。